今仔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各地头出现11度到13度的低温。如果下暗到明仔载早起天气阁会愈冷，水汽这2天较高，所以落雪的几率会较悬。拜4到拜5就回温咯，也毋过早暗温度前差会真大。树尾结前树挂未输也一阵汤霜，拜一透早伫宜兰太平山总出现0度的低温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一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台湾各地头的温度大约伫11到13度，其中部分地区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马祖南干8.7度，新北5股9.4度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波低温会持续影响到拜3、拜4、拜5日时温度会回温到20度左右。不过这2天受辐射冷却影响，也要特别注意早暗温差会较大。这个辐射冷却作用在20号、21号是最为明显的。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发生哦，所以也提醒大家，在这一段时间，除了清晨比较低以外，白天回温也比较多，日夜温差是相对比较大的。气象署表示，拜1、拜2因为华南分河区往东边线水气较高，东部地区甲西半部山区爱注意的落雨。拜3过天气就会渐渐转大。到了19号，水汽是渐渐的从西往东移出去了，所以降雨的部分会逐渐限缩在东半部为主，西半部山区则是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飘雨。那马上到了20号之后，环境是比较偏干的哦，只有在迎风面的花东、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。气象署讲，因为拜1、拜2水气是上高的，所以这次的回温较无明显，规天拢会感觉较寒。到拜3进前，各地3000公尺以上，各有东部、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拢有可能会落雪。气象署讲，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加套衫，避免感冒。到拜6礼拜天气才会较温暖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